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国情招你同齐来研究一条台语歌的歌词，咧写离别的情景。相信讲你一听，你会感动。讲台语咬写甲动人的心肝骨啊！林天丁作词，杨三郎作曲，这条《忆人生》。见面头一拍八句歌词，咱来讲前四句：别离乡亲放车离，一路三转分袂离。意气洋洋男子气，含泪吞气挂目镜。因为我要行船，我要离开。林天丁写别离乡亲，我的爸母嘛来送，我的妻儿嘛来送。一路三转，行袂开脚，再三再四，都安尼伫咧流乱。本来意气炎炎的男子气概，这当阵却变做目屎挂伫咧目镜。讲到林天丁国情的特别介绍，伊所写的歌迄度的真侪，包含深情难舍，包含黄昏再会，甚至伊的毛笔大字嘛写了真好。就国情所在树林千岁庙镇南宫，到林天丁先生所写的连顿。过来头一拍的歌后壁这四句，搁较感动人。二句写讲可爱囝儿卡言语，问爹要转等何时？难分难舍难分离，亲像熬汤死牵丝。确实啊，这用白话落去表达，唔免写了伤深呢。干那讲可爱囝儿咧问讲爸爸，你第时才要倒转来？我相信讲听歌词的朋友，你甲国情相像同款的遮尔唔甘。难分难舍这种情景亲像啥？亲像莲藕拍长，还佫会牵丝。熬汤死牵丝。过来第二拍的歌词，讲鸣锣三声船起停，船开渐渐舞定了。自恨我那遮薄命，袂得比拼人人生。船咧敲三声，当船要起停了，船要开，老母还佫伫边仔伫咧叮咛，讲出外头爱踏互烧，穿互烧呢。自恨我那遮薄命，袂得比拼人平静的人生。啊，讲这条《忆人生》，国情要来加讲两句啊。因为《忆人生》这个歌名，过去台语歌内底嘛有迄个忆落声来响。头一字这个忆，安怎样解说？听国情小讲解，我家己浅浅来发觉。日本早期有翻译一部世界出名的小说《悲惨世界》。上届头一版日本人安那翻，就翻译做忆无情。你若用日本话甲读落，原来叫做木酒。这个忆日本汉语发音就是毋则讲国情发觉讲，这毋是讲做忆人生，这是早期老辈写字的习惯性。照讲是爱讲人生落声呐响，安尼才对。过来讲上届收尾这四句：轻风送旁波浪静，惨淡孤雁吼无停。思乡远望如明星。茫茫长江景相情，本来伫咧船顶轻风送旁，咱的心情都在平静。向啥讲？因为离别，思乡远望如明星。茫茫的长江，江水遮尔长，加添我心肝内相情。这就是台语歌词感动人水的所在。